另外来看台中外部这搭路口呢，就伫个水圳边啊，而且呢，这水圳的水门就设伫个路口挖角的所在，是影响到交通，也定定传出车祸的事故。即马龙田水利署是表示讲，会先去定量改制，再把这个水门刷到公有地。 车辆开伫咧真直的道路顶缘，到路口转弯的所在，扫一座放出来的阿门头墙，斟酌看墙面下骹原来是一座水门。台中市外部区外部路甲6分路口，因为灌溉水门建物放出来伫咧路面，正做是开车的死角，定定有车祸发生。 这个点哦，稍微有一点高低差，然后有一个死角，对视线的一个死角，所以看不到右边来车的动向，所以很容易产生那个盲点，产生交通事故这样子。当地里长表示，早年做水门向外口放出来，但是因为当地是人真少的农路，大家认为无要紧。不过自从中科后里园区启用了后，才变成大家大安外部地区民众上班的近路，车流量暴增。 这长弯死角平均每年至少有6件交通事故，呼吁公单位正视问题。龙田水利署表示，这个路口有2座水门，会争取经费刷走。干线的水门关起来，那水门关起来以后，然后支线的水门打开，支线才会有水流通过。所以我们是同时2个都移动。如果只有移动干线的水门到支线的水门的下方的话，那支线水门的那个水就是没有办法控管的。龙田水利署强调，会先办理土地灌溉，等灌溉期过了后，会将2座水门往路边退缩1至3公尺，刷到公有土地顶缘，刷落来沟仔也会对咧调整。搁再由台中市府整并道路，预计今年11月动工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